第七章第八、第九兩節讀俾佢聽。嗱，你又聽住咯噃。我快要將我嘅憤怒傾在你身上，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，按你嘅行為審判你，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罰你。我眼必不顧惜你，也不可憐你，必按你所行的報應你，照你中間可憎的事刑罰你。你就知道擊打你的是我耶和華。嗱，讀完之後咧，呢個少女啊就暈過去啦，幾分鐘之後就死咗啦。嗱，弟兄姊妹，我好重視神嘅慈愛恩典福分。其實每一日都係神嘅慈愛恩典福分冇離開我哋，仲俾我哋有機會悔改。但係犯罪嘅人咧，用神嘅慈愛恩典福分繼續陷喺罪惡裏邊。嗱，所以當我今天早上睇到路加福音第13章第3、第5兩節，神話主耶穌啊，嗱，主耶穌講得好清楚啊，嗱，所以你們要悔改，呢個悔改係真嘅悔改，你們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滅亡。而我今天早上讀到以西結書呢一段就係真悔改的內容，聽得明嗎？所有可憎嘅事、犯罪作惡嘅事，一點一絲一毫都要從我哋呢個聖徒、呢個基督徒嘅生命裏邊去挪開，因為主耶穌嘅血已經潔淨咗我哋，潔淨咗我哋之後，唔好再做豬做狗。我哋係聖徒，罪惡帶嚟好嚴重嘅影響。我盼望神使用呢個視頻，讓到全世界每一個弟兄姊妹，你聽完之後要發出去，作一個嘅警告。盼望日後寫咗文字吓，無論係粵語、國語，所有嘅華人都能夠透過呢啲真理，讓我哋認罪悔改。今日仍然係恩典、慈愛、憐憫、神嘅福分臨到我哋嘅每一個人嘅機會，但係盼望我哋唔會用呢啲機會繼續陷喺罪惡裏邊。